册内底写较真清楚，就是讲，哎，伊个手册内底吼，伊讲，你即摆你即个战地对无？因为咱战争时阵，迄是非常时。啊，对战争的非常时期，要行入去讲正常的时，即个 transaction， 咱用美国甲西班牙战争的 Cuba 来做解释，这真清楚，这已经发生，咱拢看见。西班牙战争就是讲，古巴这个战是差不多85、82年开始，伊就开始战争。喺战争的时阵，因有革命军，啊，对西班牙来讲，迄是叛军叛军对吼。那么因伫即几年内底，对1882甲1889、88即中吼，伊已经占古巴的2/3的土地。革命军占领遮尔的土地哦，但是伊就拍袂落来，拍袂落来。美国迄当阵因为迄个这讲历史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伊美国本来是昨安怎要占台湾，1852、53、53年内底，你若捌小可看过迄个古早的迄个历史 ，Commodore Perry 贝尔将军和黑旗舰队吼，贝尔将军，伊捌连续3年登陆台湾，所以伫伊的日记内底写讲，台湾属美国的领土。根据 Commodore Perry 写出来，但是美国本身发生南北战争，吼，1861年到65年4年南北战争，所以美国海外分子拢日本卫星1868年卫星，日本出来拍摕头壳对赢，所以就爱台湾先就这个对决，所以伫即个传承性过程就是讲。美国迄当阵安那南北战争煞，啊伊安那小可够力啦，伊就要开始对外抗用。伊选择就是讲，迄当阵的英国啦、吼荷兰啦、几个内底，伊看到西班牙，吼，所以伊伫同一个时阵，伫西班牙，就伫古巴发生战争，嘛伫菲律宾发生战争。所以咱有当时感觉真奇怪，那西班牙战争的时阵，吼，美西战争，美国甲西班牙战争的时阵。后挂迄个 Puerto Rico、Guam 啊，甲菲律宾啊，即差远所在。结果伊是同一个时阵做一个地两伊调一部分的军队去香港，去南海香港迄带吼，啊伫遐用半日的时间，就甲迄个马尼拉接半日的用6条台船，你甲迄个消灭。古巴这边共款，就是讲，伊伫1898年吼，差不多对4月拍到10月6个月就煞，战争就煞。啊，伊摕着上大的福利，就是讲，迄当阵西班牙战争的时阵，甲即摆统治的时阵对无吼？其实西班牙的迄个军部、迄政府是甲谁投降？是甲美军投降，伊毋是甲当地的遐个革命军投降。外国个台湾的例就是讲，这小可有是讲美国甲国民党的蒋介石小可共迄个例就对。即摆西班迄个古巴的革命军讲，我甲你并肩作战，吼，咱第一世界大战并肩作战的。那即摆拍赢着，你就互我来结果，对。美国讲军事政府啦，你这是军事占领，军事政府袂当代表人民政府。咱即摆就是讲，爱安怎甲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提了，伊迄就是军事政府的代表。爱成立一个就是讲在地的人成立的政府啦，迄个政府就是过渡时期的政府，迄叫 civil government。你是叫做 Formosa civil government， 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总是讲台湾甲澎湖即个所的土地人民所产生出来代表当地人的权益，迄个叫做平民政府。即个平民政府。你虽然成立了，也袂当讲代表讲台湾就是要独立，还是讲台湾就是要统一，拢无迄个决定。是即个对军事，是占领叫做迄个军事状态对吼，过渡时期来平民政府了，平民政府了，才去设一个 organic law， 就是讲基本法，吼，基本法就等于咱宪法的基础。了，才有正式选一个咱代表台湾人迄个政府。迄当阵才是真正正常政府。了，你才
向全世界去宣布我的主权，去讨回你的主权就对。主权就是讲，你若敢宣布，台湾到即马，咱过去讲说，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，伊当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你是台湾国，无嘛，无宣布，就是讲我著对中华民国继承过来，换政府管，安尼就是叫做台湾独立国家，这就是好处啊。咱一直要追求到，咱毋是讲无爱台湾，就是讲你爱做着嘛，做着讲，伫联合国内底193个国家，人大家拢是经过即个手续，是啊，你要甲人无共款，人大家嘛，你要甲人无共款，人嘛无爱甲你信到。美国或全世界有一个法律叫做 non-recognition 跟 recognition。你若要乌白来先 non-recognition， 你完全你虽然讲你讲你是真正人无爱来承认。中华人民共和国1942年就是这个。我这年啊，我甲国民党踢出去的对无？哦，啊，我就是甲你宣布讲，伊是一个国家的，美国就采取这个手续，就这个 power 是啥 ？non-recognition， 美国讲偌久无甲承认，啊是美国你做头，美国无甲其他人承认无效啊。所以 non-recognition 是一个外交政策，即国际事务内底真重要一个手续。啊，这个物件其实。拢是这比，你逐日你若较注意看吼，你若伫迄个 Global Forum 注意看，你若对伊每写出来一篇，你若捡来读后，你会当得进入基本册。啊，当然我用书底下讲较会记，所以你会当对啊，因为伊是现代军人，伊就是等于咱即摆现代版的 George Kerr， 伊是遮关心台湾，我讲一直去到倒位，所以就甲人介绍讲，台湾若后一日有建国，你第一个感谢是就。就是这比真正，伊甲咱教太侪物件，啊，这concept拢是对伊遐来。到目前无人跳过伊个法，啊，到今仔日佫不哩关心，即摆要甲大家，伊叫我佫补充，就是讲，咱咧烧过，大家拢讲，大家拢足挺阿扁的，其实咱在座真正挺阿扁啊，咱有人出钱哦，但是做买个就一人出钱哦，啊，咱就收一寡钱，咱即摆有成立一个叫做。台湾民权诉讼组织，咱正式替阿扁啊送去军事法庭，咱就去告诉，就是讲要保障伊应该有的人权，不管阿扁有罪无罪，迄是另外一回事啦。迄个羁押的过程中唔对，哦，咱就送，所以加减有效啦，毋是无效啦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讲 action 真重要啦，啊，甲他画结果有了后，较浪费时间啦，吼。咱来提出来迄个 action， 啊，即马小告，咱即要告啥？就是讲，为差不多100年前对无吼？对中华民国建立时，伊讲明年你要创100年前的纪念对无吼？伊进前对清朝晚清的时阵，转入来迄个中华民国的即个过程，吼，伊就发现即个国家的建设基金，啊，有个啥物陇海铁路的基金。讲黄金债券，啊，伊发行的时阵，这个债券呢，是算讲欧洲市场甲美国市场拢有去发行。发行的时阵，伊有一个期限，这个期限大概拢60年，吼。就发行了，就是讲，伫你这60年内底，你逐年会当来摕5%的利息啊，2%的利息的，吼。结果呢，伊这个钱呢，伊这个算讲日本。甲中国战争的时阵，已经用咧做借口，伊讲我无法度用，我还袂起用，就是讲已经这个吼，我只无法度用吼，所以伊差不多1930几年的时阵，就已经规约 default，